長官，你前日喺大佛口打嗰場交啊，真係精彩啊！你就係打通街梁家啦嘛？少爺啊，好話啦。從來唔知米貴，辦事都要攞威。元彪以為自己打通街，其實係佢老豆荷包暗瓦底，正一係敗家仔。冇打，精彩，真係似模似樣喎。物有所值啦，工作唔識做。係嘅。敗家仔係講佛山寨先生少年時候點樣學武藝，點樣追隨黃華寶同梁二娣。我哋示範你哋下日啊！敗家仔，大導演洪金寶為拍此片，橋段度爛心肺，唔理製作費，只求威威，使錢多都冇計，足1年先至拍完呢部敗家仔。我諗過噶啦，費事你透視啊！一隻手得啦，打拳過嚟啊！你冇事啊嘛？你做咩打落我鼻度喎？又係你叫我打你嘅？冇錯啦，上傳詠春嘅八手咧，係由八爪魚嗰度變出嚟嘅咋。佢仲飾演黃華寶，性格大癲大肺，武功又夠架勢。阿爹好嘢喎！放下，放下咪放下咯，使乜咁大聲啫？好嘢咪好嘢咯，使乜咁大聲啫？敗家仔，林正英飾演梁二娣，佢反串花旦，追死好多男仔。火燒戲棚，梁贊同佢互相提攜，同舟共濟，終於收咗阿贊做徒弟。陳勳奇飾演一個皇孫子弟，以為自己打遍大江南北，冇人救佢揮，皆因佢老豆有權又有勢，暗中將啲高手剷除，佢仲懵閉閉。唉，又係一個敗家仔。手段先殺咗嗰啲高手。兩個敗家仔而家喺埋一齊，大家都講認低威。哇！咁搞法，遲早有一個攣低。敗家仔係嘉禾公司本年度嘅超水準巨製，你唔信咩？嚟睇，千祈咪走雞。